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3月26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恒大清盘，聊聊中国的房地产。说到恒大呀，今天恒大又来了个新闻啊，大新闻。当然是传言啊，有传言啊，说广汽啊要收购恒大汽车工厂，导致这个港股啊恒大汽车异动，感觉从那个 ICU 病房突然坐起来，还要来一个后空翻啊。恒大汽车啊最大涨幅230%，但是后来收盘好像又跌下去了啊。有网友猜测啊，此次暴涨与南沙发布3月20日发布的广汽与华为合作项目将落户南沙有关，也就是这个有可能啊，广汽集团要收购恒大的汽车工厂，但这就是传言呢。广汽否认收购恒大汽车工厂。财联社以广汽集团华旺项目将收购恒大汽车南沙工厂向广汽集团进行求证，对方回应称，广汽华旺项目是一家轻资产运营公司，将会优先利用爱安传奇品牌产能，不要轻信任何传言，以公司公告为准。实际上啊，这个恒大汽车啊还能翻身的人还是要小心啊，不要参与这种赌博啊。即便啊真的有企业去收购恒大汽车的这些工厂，对恒大汽车的股票啊其实没什么特别大的这个帮助啊。它是资产处理啊，处理完之后恒大汽车它还有外债啊，对吧？它很多债务它要解决。今天这个时代财经啊刊登一篇文章，介绍的是天津最高烂尾楼117大厦这个重启，现在全面复工啊。我们看一下，因为这个天津的这个最高烂尾楼好像烂尾的时间很长啊，现在居然它全面启动，看看它是怎么盘活的。从动工到复工，天津117大厦建设工期已经长达18年，这18年咱们的房地产差不多经历了一个轮回了。2025年1月说，天津市第2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受理高银地产破产清算申请，并指定清算组接管天津摩天大楼项目117大厦。据媒体报道啊，这是随后信达地产联合多家企业成立300亿纾困基金，以为117大厦复工注入资金。报道称，2025年2月，相关施工设备、活动板房及工人陆续进场，3月初正式启动全面复工。300亿纾困基金输血117大厦。天津117大厦又称高银金融117大厦，位于天津市西青区，由香港高银集团投资建设。该项目于2008年9月正式开工，计划高度597米，共117层，总建筑面积84.7万平方米。在上海中心大厦建成之前，天津117大厦曾是全国最高楼，全球第2高，仅次于迪拜的哈利法塔。你说的这个也挺吓人的啊！这个全球第2高楼在天津，正好昨天啊，河北廊坊发生地震，好像是4点几级吧。你想那个离天津不远的唐山也发生过大地震，就是不免让人担忧啊。你说在天津建这么高的楼，有没有考虑地震的因素呢？2015年，香港高银集团因股市暴跌，市值蒸发超过1200亿港元，导致资金链断裂，项目被迫停工。尽管2017年中国信达曾出资90亿元支持项目复工，但由于后续资金缺口过大，项目再次陷入停滞。2025年破产清算后，信达地产联合国企成立纾困基金接管。今年2月，信达纾困盘活，天津企业管理合伙企业、天津信投纾困企业管理合伙企业出资额分别是200亿和100亿人民币，那就是出资300亿人民币啊。在信达地产的主导下，项目续建投资将超300亿元，将带动天津建筑、建材、服务业全产业链发展。2008年动工到2025年3月复工，天津117大厦建设的工期已长达18年。2025年2月6号，天津第2中级人民法院根据天津海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申请受理，裁定高银地产破产一案。高银地产天津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向高银地产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者移交财产。信达地产联合国企成立300亿元纾困基金接管，通过债转股
资产重组等方式盘活资产，标志着市场化加法治化烂尾楼处置模式落地。这个信达大家都知道吧？信达地产是信达资产管理公司的这个全资子公司。这信达呢，就是实际上它是财政部的。念了这么多啊，大家恐怕也懂了。就是117大厦原来的持有人叫个高银地产破产清算，然后信达呢跟另外一家公司成立一个纾困基金，带着300亿进来。这个就是我前一阵子说的啊。咱们这个房地产啊，很多公司最后都只能是走破产清算这条路。如果能破产重整，那也可以，但是更多的恐怕是破产清算了。就像这个高银地产一样，破产清算，你原来的股东就退出了，跟你没关系了，你该背的债你自己背着去，然后一个新的人拿着钱进来完成未尽的事业，来盖好这个没盖完的楼。但是这个楼盖好了之后，跟你原来的股东已经没关系了。实际上我们现在大部分烂尾楼啊，如果今年明年解决不了，保交楼保不了，那难免要走破产清算破产重整，就像那个117大厦是一样的。你只有这样啊，就是把这个上面的那些债务还有那个权益都给它破掉，重新组合，这个大楼才能盖得起来。否则的话，这个事情已经拖了18年，你再这么拖下去，无休无止，不知道拖到哪一年，永远解决不了，永远是个伤疤呀。最后有人就问了，那这个大楼盖好之后有收益吗？提出这样的问题的人，因为他知道万达对吧，400多个广场又不赚钱，现在北京、上海、深圳对吧，写字楼空置率这么高，你那个什么金融大厦到底是干啥的？无非是下面是大堂，这多少层到多少层是个商场，再多少层是酒店对吧？再多少层是到多少层是这个写字楼，这意思吧？无论是店对吧，5星级酒店还是写字楼还是商场，现在什么形式啊？当然了，有人就说了，那它作为一个地标建筑，作为一个景点，恐怕这个投资下去之后300亿啊，加上信达前面还投了90亿，信达一共在这上面花了不少钱呢？考虑到它是地标建筑，它是这个中国第2高这个高楼，是不是会有一些什么旅游措施啊，提升这个天津的这个形象，带动周边这个发展？因为这个大厦一旦建好了，周边肯定成为一个非常繁华热闹的地方，这个政府要算大账。总之啊，这个信达接盘，信达后面是财政部，所以说你也不能说它是完全的法治化市场化。如果是孙宏斌去的，如果是王健林，那么类似这样的人去的，那你说市场化，这个肯定能说得过去，因为这些人赔了钱，那是赔自己钱啊。就像这个融创7、8年前从万达手上接过那么的酒店，那么的文旅地产业务啊，那叫市场化。现在他赔钱了，他现在要死要活，那不是他自己找的吗？反正这个钱啊，300亿，最后都跟大头有关了。我们再看啊，这个说到财政部啊，咱们看看这个财政部啊公布的一组数据，这是和讯网报道啊，实际上这个大家在网上可以查到的，就是财政部啊公布啊1到2月企业所得税9113亿，同比下降 10.4%， 个人所得税4134亿元，同比增长 26.7%。 就这个数字挺有意思的啊，就是2025年1到2月这个企业所得税是降了将近1万亿。这个怎么降的他没说，是不是有扣税啊，有什么对吧反税啊，我这不太清楚啊。但是这个企业所得税降了，但是个人所得税是增长 26.7%， 这是怎么做到的？就是我理解的啊，就是你看企业所得税下降，那是不是企业经营效益不大好？那交的税都少了吗？企业效益不好，但是这个人所得税也交多了，那个人的收入增加了，还是说应该交税的人多了？那大家都找到工作了，本来对吧？你没工作，你现在找到一个8000的工作，那你当然要交税啊，这交税人就多了。还有一个，本来你一个月才5000，你达不到这个交税的标准，对吧？把你的乱七八糟一扣啊，你实际上只有3000了，你不用交税。那现在这帮人又多了，他加薪了，你只有这种情况就会导致个人所得税增加吗？所以说这2个数字你感觉好像不大对劲，不太好解释。企业这边收入在下降，就业的多了，交个人所得税的也多了，加薪的也多了，这是怎么做到的？有人就说了，那是司马南这样的人补税导致的。这么解释似乎也能说得过去啊。你看司马南一补税，对吧？这900万呢，那顶多少个韭菜啊，对吧？顶多少个他的粉丝啊？他粉丝19.9块都不愿意掏，都没钱。我们说的这是个形式啊。今天网上有人披露啊，说这个保时捷销量1到2月份，保时捷销量这在中国市场啊是5545台，同比暴跌 41%。说这个保时捷主力车型，它那个主力车型好像就是卡宴呢，那个 SUV 吧，销量缩水极为显著，和之前同期相比少卖了2000台。这个保时捷销量跟2023年1、2月份比的话，那下降更厉害，下降了60%。为什么保时捷在中国销量下降这么快呢？
当然你可以解释啊，是我们的新能源汽车出来了，我们有小米什么苏7长得跟保时捷一样，小米又搞出一个什么，反正卖50多万的，咱们电动车啊也出现了很多豪车，把这个保时捷分流了，你也可以这么理解啊。但事实上是保时捷的客户群返贫了，本来这些人是买保时捷的，但是他现在买不起了。本来这些人是保时捷的目标用户嘛，但是这些目标用户消失了。当然也叠加这个小米啊竞争，毕竟你不仔细看，那不都是保时捷吗？不光保时捷啊，那个奔驰、宝马好像都是这个现象，销量是急剧下跌。唯一能解释的就是他们那个目标消费群体在萎缩，消费能力跟不上。这就是为什么现在要刺激消费啊，要搞消费贷。为了刺激经济啊，咱们已经把这个水龙头啊尽可能的开到最大了，往下哗啦哗啦放水。但大家有没有想过啊？这个水一放下来，本来以前都是通过投资出去了，你放的越多，投资都能投出去。那大基建嘛，修河道，把路挖开，实在不行往那个贵州大山里面搞宏伟的工程，这个钱都能放出去。但是现在不行了，因为这个算不过来账啊，这钱放出去就没了，这只会增加这个地方债务，没有收益嘛。所以这个投资端通过投资把水放不出去了，这不就尴尬了吗？对吧？你放的越多，它挥霍的越多，对吧？这个广场修的越多，仿生树啊种的越多，老干部疗养中心它就会越多。你再往房地产这放呢，放不了了，房地产只能搞白名单，对吧？定向的给这些项目放一点保交楼。你说你要给房地产放，你要给恒大放，恒大很高兴呢，求之不得，对吧？你最好给他2万亿，你敢给吗？王老板也缺钱，对吧？你先给他5000个小目标，他先花着，不敢给不了，因为他们没有抵押物，对吧？连万科现在都需要国资委去救他，国资委救他无非就是给他征信嘛，给他背书，给他打包票。那往外贸这儿放呢，现在外贸也害怕，对吧？这个特朗普啊不靠谱，这关税啊变来变去的，而且总体上看他是对咱们是围追堵截，所以做贸易的他也害怕外贸的啊。再说了，现在外贸产能不也是过剩吗？你还敢借钱就扩产能吗？不敢。所以说啊，这个没有办法，最后只能希望韭菜啊能不能刺激下消费，花钱，是吧？比如说给公务员涨个500块一个月，比如说啊现在买手机买家电给点这个什么国补贴，但是这些毕竟效果有限呢，就即便刺激一下，大家去买一下，这个都是杯水车薪。难道就这么下去吗？肯定不行啊！虽然这个水放不下去，那也要强行放。所以这个对吧？你就能从银行贷100万的消费贷。如果你信誉不好，有50万嘛，可以贷7年。昨天也出个政策是吧？小微企业可以贷5000万。就大家记住了，这是没有抵押的。如果还要抵押的话，那不行，水还是放不下去，因为没有那么多抵押物。大家记住了啊！你说我现在贷款买了一套房，30年，对吧？我已经付了15%的首付，每个月还银行的按揭100万，1万块，我这房子已经押给银行了。然后你这个时候你给我贷款，你让我还找东西抵押，我肯定没东西抵押，我怎么可能有东西抵押给你呢？所以你看啊，它是纯信誉，只要你的征信没坏，你就能贷50万，可以7年以后还。那作为我来说呢，如果我现在按揭贷款利息是3.2%，但是这边对吧，这个消费贷只有2.4%、2.5%，这中间还差对吧，将近1个点，那我就会去想办法置换，把我这个利息高的换成利息低的，对吧？哪怕是换一部分呢，对吧？我先借个100万，也先给他那边按揭贷款先还掉100万。这么一说的话，你就发现会不会真的有人去说贷款去买这个手机，贷款去吃喝玩乐，贷款去真的消费去旅游？对，你要真是贷款去旅游，贷款消费，那你拿什么还呢？你打算怎么还？所以说这个消费贷啊，对消费的刺激恐怕又要打个问号啊。今天我看媒体报道啊，这个是中国房地产报道，它的标题叫严打唱衰楼市谣言，上海楼市小阳春势头良好。这个标题很有意思啊，它是严打谣言，严打谣言没毛病啊，这么谣言就得严打，但是它严打的是什么谣言呢？是唱衰楼市的谣言。你看是不是给人感觉是一个选择性执法？就是你严打谣言是没毛病的啊，谣言就该严打，但是唱衰楼市的谣言要严打。那唱多楼市的呢？天天说楼市要涨的，或者已经涨了要暴涨的，不涨来不及了。那这种谣言呢？好像他就不说了，然后后面自己来一个上海楼市小阳春势头良好，也就是你这个上海楼市小阳春势头良好，这是唱多谣言还是什么呢？客观报道这就不太清楚了。他是报道这么说的，他说上海网信办重拳出击，对房地产领域网络谣言展开整治。
说近期根据网民举报并巡查发现，部分房地产类自媒体账号为了吸引眼球、博取流量，罔顾事实，发布上海市中心房价要崩了、上海楼市崩盘倒计时等标题党不实信息，误导公众认知，扰乱市场秩序，造成恶劣影响。上海市网信办已协调有关部门对98个违规自媒体账号予以阶段性禁言处置，并指导属地网站平台清理造谣、传谣、标题党等违法违规和不良信息900余条。3月25号，上海市网信办联合市房管局、市公安局网安总队等部门对典型违规账号运营主体进行严肃约谈、指导整改，说客观全面准确反映上海房地产发展现状，不得以偏概全、断章取义、歪曲炒作，不得发布虚假交易信息、编造涨跌数据，不得以房价暴跌、楼市崩盘等煽动性标题制造恐慌情绪，不得借机引流变现，赚取毒流量牟利。还有引流变现的与谣言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上海楼市正呈现稳步复苏态势。这个上海还不算过分的上海也就是说打击这些唱空楼市的谣言，记住了，这是定向打击这个我记得以前苏州直接就抓人了，也是谣言应该上个月吧，苏州工业园区直接那个刑拘造谣中介，就是那个中介他说这个房产交易中心那些人都是假的，花200块钱一天请的人去排队的，结果这个苏州这个好像公安部门就把这哥们给抓了，造谣这个不管怎么解释实际上就说明了一点，就是楼市现在比较微妙，这就像那个拔河比赛，两拨人正在拔河，正是势均力敌，这个时候如果在两边的啦啦队里面也有不和谐的声音，就很有可能导致一方失败，就这么一个微妙时刻，就要不然不会这么兴师动众，突然有人说你这边啦啦队闭嘴不准喊，这准那边啦啦队喊，是不是这意思就我们是说这个拔河比赛那这样的话闭嘴的这边的啦啦队对吧，那这边恐怕正在占优势，形势对另外一方恐怕不太友好。这个房地产自媒体确实是的，那5年前记住了，那是谁要唱多要约谈的，你说房价涨约谈对吧，制造恐慌情绪，房价还要暴涨吗？很多这个唱多房地产的不都进去了吗？对吧？现在还在蹬缝纫机呢，还没刑期还没满。那个时候唱空的可以，现在呢，对吧？你唱空的不行，你唱多的可以。所以说，你看形势发生变化，你看这个韭菜自己擦亮眼睛，你就知道对吧？这个不然你干那个，很有可能说明就你要这么干就对了，就还是要多个心眼。风声鹤唳只能说明情况非常严重，比较危急。以后这个关于房地产的新闻只能是京沪楼盘单日销售额创纪录，杭州重现购房摇号，就类似这种标题就是看了之后你就觉得热血沸腾，有一种止不住的这个要跟七大姑八大姨借钱的这种冲动而如果这个新闻你读完之后，你觉得你这个人就凉了半截，也不打算跟七大姑八大姨借钱了，那这个就危险说近期楼市热度有所攀升，积极信号频现，北京、上海等地有楼盘单日揽金数十亿元，杭州重现购房摇号。当前住房消费正经历从没有到好不好的升级转型。这个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副院长向证券日报记者表示说，具体来看，在北京海淀2大高端项目引发市场关注。3月21日，由华润置地有限公司和越秀地产联合开发的越望云项目开盘即实现85亿元销售额，相邻的由绿城中国控股有限公司和越秀地产联合开发项目同日开盘实现67亿元销售额，两项目单日合计销售额突破150亿元，创下北京同期市场新高。此前一周同处海淀永丰南板块的叫怡海云颂项目，开盘半小时便完成606套销售，实现72.5亿元销售额。谁说房子卖不掉的？你看人家这个一开盘都是几十亿就一上午对
对吧？2个项目150亿，那卖个70亿都轻轻松松啊！开盘半小时卖70亿，谁说中国没钱？谁说这个房子要跌？同样的啊，长三角区域表现亮眼，在上海3月22号，对吧？这个马来西亚开发商嘉里建设在上海最大投资项目迎来入市，销售额达到92亿，刷新上海新房市场2025年单日销售金额最高纪录，一天卖92亿。在杭州即将入市的绿城叫玉览悦华颇受市场关注，该项目将于3月26日开盘，共152套房源，吸引了1224组购房家庭摇号选房，也就是一共才150套，有1200个家庭来摇号。你想想，就是大家都蜂拥而至啊，抢房子，登记人数和房源比例大于10比1。但是唯一的遗憾就是不知道这房子跟韭菜有什么关系，不知道哪个韭菜说看了这个房子心动了。哎，心动很正常啊，但是有没有想过要跟七大姑八大姨借钱去买这个动不动5000万一套的房子？这韭菜读到这样的新闻，就感觉跟自己没关系啊，他兴奋不起来啊。就好比韭菜读到一个新闻说马云今年又多挣了1000亿，那你说你有啥高兴的呢？你有啥激动的呢？啊，最后一平均说啊，咱们人均收入增长了6%，可支配收入啊，你也高兴不起来，因为你都对吧？这已经接到通知要裁员了，你有什么高兴的呢？或者接到通知说啊，这个本来要给的这个叫什么年终奖没了，绩效奖取消，但是对吧？这个有关部门又告诉你，你的可支配收入增长了6%，你该是高兴还是该悲伤呢？啊，如果说豪宅稳住，那就是整个房地产叫良性循环，那也可以。所以但是最后咱们还要说一下啊，说一千道一万，我的观点啊，就是买房是你个人的事情，不要听媒体啊，听中介怎么说，对吧？你自己呀，先问问自己，你的抗风险能力怎么样？对吧？你是不是刚需？不买这房子就不行啊？然后呢，你的抗风险能力，你说我现在买房我就是消费，我有的是钱，那你就买啊，你担心它跌的没有必要，你就把买房子当消费啊，房子只有住的功能啊。如果你说我这个买房子钱不够，我要七大姑八大姨借，然后我一旦失业了，我这就现金流就断了，还款都是问题，那你就得考虑啊。哎，如果说没关系啊，我就是失业了3年，我能扛得住，我照样有钱还按揭贷款，那你也可以考虑是不是要买。那所以说啊，买房是个人的问题，是你对自己抗风险能力的一个评估，只有你自己知道，因为别人不知道啊，中介也不知道，媒体也不知道啊。所以说啊，还是要杜绝这种现在想炒房致富，对吧？买房子然后过几年卖掉赚几千万，这种想法不现实。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